咱老总统赖清德今仔日视察台北市休困日轻急症中心，伊讲有信心改善新症急诊大塞车的情形。咱也有风声讲双北病房无够的问题，卫福部长赵忠良讲已经有比永年较改善啊。 总统关税谈判，国民党说是黑箱，而且是出卖台湾食安，怎么来看？农历春节连假第一天，医疗人员是关心的重点。总统赖清德透早起台北市立联合病院信义门诊部了解礼拜甲固定假日轻急症中心 UCC 整备情形，提醒 UCC 应该搭配大数据，将压就医人次尖峰时段配合紧急医疗网，确保当症病患完有应对方法。我特别请他帮忙一件事情。 就是春节期间，不要再让求诊的病患塞爆急诊，大家也戮力同心。那我相信应该是可以迎刃而解。健保春节加成奖励方案为8日开始，门诊加成30%至100%，急诊是加成100%。根据医师工会统计，农历年假开诊率成长1倍，像册1有开的有815间，比去年成长396间。不过，这阵啊传出有病患低度盲目下腔出血，需要转移手术。不过，双北无加护病房会当收治，在无病房的情况下完成开刀。 双北整个地区，那么多数医院呢都是这个后床的病人都在30人以下哈，那么很多都来到了新的低点。赵忠良讲，号称人数较侪病院，卫福部有了解，无发生病人无法度安排收治的情形。不过，医师工会表示，官方统计的抗生素甲第一线临床实际感受有争差。卫福部掌握的呢，有可能是账面的空床数，但医院有可能因为护理人力短缺，实际上没有办法开出这么多足量的 加护病房的床位，工会是讲部分病院准讲有空床，不过亲像心肌外科、心血管外科这个关键手术，欠缺医师甲护理人力，拢无法度开床。另外嘛，欠缺统一平台早顺空床，这拢有可能造成第一线的感受差真侪。记者采访报道。